英国《泰晤士报》周六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在考虑对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以抗议中国的人权记录。该报称，政府正在进行积极讨论。据说，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赞成抵制。今年4月，英国议会承认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构成种族灭绝，并呼吁政府加大对北京的压力。北京对中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力度只增不减，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又被处于新的罚款。根据昨天宣布的决定，作为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包括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在内的公司共被罚款2150万元，约合340万美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蒂布扎德呼吁德国政府确保外交场所的安全。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谴责身份不明的人对伊朗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的袭击。有报道称，属于中国海军的船只正在日本南部海域附近作业。有消息称，东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做出了必要反应。加拿大西部布列顿哥伦比亚省过去1周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省政府19日宣布，部分地区暂时限制民众在加油站的加油量，并禁止城际公路上非必要出行。欧洲理事会11月19日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表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当日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分别通电话。米歇尔提出，在12月15日在布鲁塞尔欧盟举行东方伙伴峰会期间，欧盟可以举行两国领导人的会面。阿里耶夫和帕西尼扬同意了米歇尔的提议，他们将讨论地区局势以及和克服局势紧张的办法。美国总统拜登周五接受了体检和结肠镜检查。拜登的医生在白宫发布的信中表示，拜登身体健康，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和履行职责。拜登周六迎来了79岁生日。